洪辉老师吼，伊是咱李江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，嘛是咱公司台语台节目的主持吼。啊，过去嘛伫闽时主持的台语的节目，啊，推上着咱台湾母语真重要的人物，咱再次来欢迎洪辉老师。蓬莱美岛真可爱，祖先基业在，田园愿开树愿栽。 劳苦代过代，着理解，着理解。阮是开拓者，毋是戆路财。台湾全岛快自治，公司院长则应该。这是100年前台湾文化协会蔡培慧先生所写的《台湾自治歌》其中的歌词。 台湾全岛快自治，公司院长则应该。祖先前辈咧甲咱交代，公众的事务，咱应该爱家己来整理。咱除了选出咱感觉适合的民意代表以外，咱拄着恶质的罢免行动，咱嘛应该爱站出来。 无同意罢免。今仔日其实会当讲是有侪台语文相关团体甲友志，拢足想要来到遮甲别位来相听，因为别位伫立法院内底，咱看到伊遮尔啊拼死，遮尔啊认真，遮尔啊辛苦的一个少年人。 直直咧替咱的各种议题咧拍拼，咧走总。我认为，咱来支持表位，天公地道。颠倒是有一寡人毋知是安怎，天地颠倒变，竟然会讲白贼，竟然讲表位什么30，毋知是目睭糊着喇叭，也是半暝啊食西瓜啦吼。 遮尔无天理的代志，安尼讲白贼，也讲会出嘴。表位伫立法院，讲实在，有时啊，阮看甲感觉足毋甘的。当伊用真正当、光明正大的方式去申請立法院的即個同步即時同意的即種的。 伊要第一个来試看講，吼，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後，為着各種族群語言來做統一，這個方式是毋是行會通？凡世還閣有濟人毋知影，就是表為佇個立法院來提案，經過1冬左右的這個研議，才有法度來。 進一步落實即個國家語言發展法所講的，就是咱台灣人有權利佇各種場合使用咱家己的語言來發言，包含質詢。這是咱台灣人應該本身唔免爭取的應該愛有的，毋過咱爭取遐尼久，無簡單。單表為通過伊的提案，然後立法院。 講要來開始即個同步口譯的即個方式。同步口譯就是，若民意代表要用台語來質詢官員的時陣，這官員呢，就會傳出目前是用華語翻啦吼，就是講台語翻華語，啊用華語講互官員聽，哦，講即個即馬民意代表咧講啥，同步即時的即個翻譯。 這是偌爾啊美麗的畫面啊，就是講咱民意代表若各族群的，不管你啥物族群，咱在地語言，你攏會當真自由來發聲。官員聽有聽無攏袂要緊，你只要掛耳機，遮爾啊方便。竟然有人毋知是安怎，無愛掛耳機，然後用一大堆理由，就是偏偏啊要逼咱的表位來放棄伊家己的母語。
唔知影敢是咱过去的拍拼，还阁无够。咱常常感受到这款真无公平的状况，唔若是唔甘，嘛感觉足唔愿的。对台湾文化协会的前辈，3控、4控、5控、6控、7控、8控、9控年代，直直有无共款的前辈，牺牲因的性命，牺牲因的青春，拢是为着要争取台湾，就是咱台湾人的台湾。无论你要甲伊安怎定义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。台湾人的台湾是会当有各种多元的语言文化的台湾。100年前的社会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，无论你是讲台语、讲客语、讲原住民语，100年前其实共同语言就是台语。然后大家互相会当听有对方咧讲啥，嘛加减拢会学对方无共族群的语言。这应该是足美丽、足宝贵咱台湾的资产。不过经过中国国民党国语政策，甲真侪阿爸的作为了后，咱的台湾渐渐消失这种多语言文化美丽的光景。咱的表位伫国会、伫立法院，正正当当、真公开，用咱的语言来质询。这绝对唔是要甲官员挑工找麻烦，挑工要甲伊安怎？唔是，因为咱的语言就是长久互压迫，长久互感觉讲袂使伫公开场合讲。今日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，表为用伊的实际作为来推动，希望国会会当进一步有即个多语言统一的即款的方式。这是应该爱继续拍拼的。台湾人过去有一句话讲“出头天”，我要讲，表为留伫立法院，抗中保台好美事；表为留伫立法院，才有公理甲正义；表为留伫立法院，民主才通出头天。请大家继续拍拼，咱做伙来支持表为。多谢。多谢咱洪辉老师哦。